你只要讲出猪会食的部位，因为猪为猪头，我毋是讲你啦。猪头甲猪尾差不多拢会食进。好，我即摆问你讲，你要食啥物呀？你讲我要食倒一位，对哦。来，老师起讲。我讲你要食啥物啊？我要食猪肝。猪肝水，猪肝的食肝补肝，食肝补肝，猪肝汤啊，一碗80块。我讲你要食啥物啊？我讲我要食脆皮吧，啥物？脆皮吧。脆皮吧？你内行的？脆皮吧伫倒位？哦，脆皮，脆皮脆皮。脆皮，就是面食吗？这就是脆皮嘛。脆皮碰碰。所以猪的脆皮吧，其实无介济。哦。所以伊会加成幼肉安尼吼，食起来就会好食。好食好食，我有点过。脆皮吼，来，即摆愈来愈简单吼，即摆食到猪尾你就知啊吼。我讲你要食啥物？我要食猪血，你猪只骨？猪血，血部的血。好来，我讲你要食啥物？我讲我要食猪头皮，猪头皮。来哦！我讲你要食啥物？我讲我要食鸟翅仔吧，鸟翅啊吧。鸟翅仔吧？鸟翅仔吧。歹势，什么你无听过？就是后腿上软的迄个部分，因为伊干那一只猪，干那一个部位会用食到啊，伊生只亲像鸟翅安尼，所以你去菜市仔甲人讲，伊就讲啊，我要买鸟翅仔吧，伊就会互你，嘿，剁互你，就干那迄个部位尔，一只猪干那一个部位。不过这鸟翅啊，毋通食伤济，食伤济甲咱啊共款，因为上好食啦。上好食，嘿，上好食就一直食，一直食，一直顺。我来哦！我讲你要食啥物？我要食腰手。有什么？腰较无手，共款的。腰手，腰手是啥？都你都毋知哦？无，我毋知。囡仔啦，讲到腰手吼嘿，伊早伫网络看一个笑亏啦吼，一个阿伯去做健康检查，嘿，啊医生看看，因为阿伯讲台语，医生就要用台语甲回啊。阿伯，我甲你讲哦，你心肝无好，哎呦，异常佮发炎。吼，阿伯啊，愈听起毛愈歹。你甲我根本就无熟悉，啊，啥讲我心肝无好，我好人呢。啊，阮医长早就巧起啊，你佮讲伊发炎，夭寿啊！原来医长就是把伊甲胰脏直翻呐。啊，胰脏咱台语就叫做腰笑，哎。哦，腰手，腰手哦对啊。这早加紧，我讲你要食啥物？我讲我要食猪鞭，猪边有人食吗？哦，你系什么动物拢有鞭吧？啊，毋讲真正无听过食猪鞭呢。有人食，无人食这个吗？当然，动物咧穿咧鞭，唔用鹿鞭，嘿，猪鞭，猪边有人咧食。补的吧？无你后盖去买看卖啦。互你买鸟翅吧，时阵吧，我买。老师，你捌食过猪鞭无？我毋捌食过。毋过咱早期咱的祖先有一个观念啦，食形补形啦，所以食猪脑补脑，嘿，啊若食猪心补心，啊若食鞭补老师，鞭啦你。莫搁讲啊，妈咪我袂记讲。哦，伊有咩票？好啦，即嘛我啊，我你我讲你要食啥物？我要食猪尾水。猪尾水。尾水。拍摄。来，阮祖先来小姐拍摄。来，毋是要写字啦。尾水。拍摄。我叫你少年的无要紧啦吼。我紧啊，我捌食过鸡尾水、鸭尾水，当时有猪尾水。猪尾啊，有呢，我有食过。哎，尾溜啦啊，猪尾溜哦，嘿啦，尾溜啊，你敢知猪尾水，猪尾水？要猪尻川咧？你卡真无啦，我都不敢食猪尾水。称吧，猪尾，应该是买当骨啦，哦，买当骨。买当骨，嘿，尾当骨较正统。嘿。阮倒来，我讲你要食啥物？我要食猪的脆鸡。脆子猪鸡，我讲你要食啥物？我要食生肠，青生肠，生肠，我讲你要食啥物？我讲我要食
猪耳啊，猪耳啊！我讲你要食啥物？我要食猪心，我讲你要食啥物？我要食腿裤，我讲你要食啥物？我要食夹心肉，我讲你要食啥物？我要食菜肠，我切肠、菜肠，生肠。我讲你要食啥物？我要食三层，我讲你要食啥物？我要食大肠头，好，大肠头，好，大你够食呢？懂吃啊，懂吃懂吃。大肠头，规个大肠拢会食食。对，大肠头规个内底用肠啊，切一块落去煮啊，落去煎啊。但是大肠头迄块时间特别好食，因为伊个一肉有够遐油，吼，迄个你甲甜呢，哇，迄煎起来个脆脆。对，足好诶，好厉害。我讲你要食啥物啊？我要食大肠，大肠啊大肠头无共啊。伊食头一块，你也食后壁杀，水啦。我讲你要食啥物啊？食饱，差不多爱食食足侪物件啦。嘛差不多爱食饱。抑个有咧。猪血有粿，啦，猪血粿甲猪有啥物关？猪血粿是猪的一部分吗？猪血粿是因为那个抬猪的时候，那血无完你浪费，用个米啊那个也用顶碗变做猪血粿。哦，低会的猪血粿甲猪，你讲猪血对哦，吧？猪血无粿，我要食猪血无粿。你有去食迄个啥物火锅嘛？嘿，什么咸的啊、麻辣无？啊嘿，我猪血毋是一直补。有啊。我讲你要食啥物啊？啊，没念嘞。我讲我要，啊，猪血你耶？猪血，食猪血，啊，我讲你要食啥物啊？我要食猪皮，你讲有？猪皮赞啊，QQ 啊，焦的啊。我，你先等者，你是卖比，你卖咚咚咚。记咧，我讲你要食啥物啊？我真正食饱啦。好啦，抑个有。够有吗？有。我讲你要食啥物？我要食粉肠，我讲你要食啥物？我要食甜瓜，有人讲过吗？讲过啊，迄猪肝足简单呢。啊。诶，这也无人讲啊。啊，唔知影迄边敢若是讲啊。我讲的吧？他有这你哪有讲？裤，无我啦无，讲过。毋是腿裤啦。诶，这支叫做啥？大腿、龟鸡。规支、猪脚，哦，我讲你要食啥物啊？我要食猪脚。我讲你要食啥物？我要食脆讲，脆讲。脆讲。伊个猪的片啊，片啊，哦，脆叫脆讲讲。是安尼讲的吗？较少人咧食遐啦，毋过伊讲，这嘛是猪的一部分啊，嘛是算。迄切切定定好食呢。嘿啊，我讲你要食啥物啊？我要食六娘肉，六娘肉。吼，六娘肉唔知啊吼。哇，六娘肉应该是迄个叫啥物啊？迄个颔棍啊吼，颔棍这个部位，这叫松板猪啦。哦，迄量足少的，啊，伊迄有迄一条一条的白花有。啊，对对对对，哎呦，安尼，哇，拉人，哎呦，哎呦，那，哎呦，哎，我讲你要食啥物啊？我想要食菜啊！伊即摆已经食伤济，有罪恶感，伊想要来换食菜你。呢？哪会安尼对太低啊？好，食饱食饱，来拍拍拍拍拍拍。你有一个，最重要。我讲你要食啥物啊？我要食瓜莲，哦，对唱歌真重要，就是迄个部位。迄大家去迄食面嘛，点点一盘干呢，顶管搁放一寡笋丝有无？你讲哦，你我讲你要食啥物？我要食扁仔骨，边啊？边啊滚，鸡骨迄种。人迄条炖排骨，你甲头家讲我要扁仔骨，啊，就一支安尼。啊，个树内底。较多讲到孙丝对无？一定要有大风吧？大风的，迄就是腿裤啊。腿裤，较多无讲到腿裤啊？有啦有啊吗？哦，那个无？地多告诉猪肚还袂讲。哦，我讲你要食啥物啊？我讲我要食地多。水啦！